得返2件。喺呢個節目入邊咧，佢係幽默嘅擔當，亦都係眼淚嘅擔當，而佢亦都係另外一個唔係咁好彩嘅球員，喺進度最好嘅期間遇到受傷，但係佢一路都冇放棄。大家見到佢練波，落到球場，大家好想俾鼓勵佢。點解大家咁想鼓勵佢？係因為見到佢好有決心，好想繼續留低，好想令自己進步。而佢嘅復出，我哋所有教練團都好開心，希望佢可以盡快跟到我哋嘅速率。呢個就係 Maggie 啊！當你有一刻覺得好 frustrate 嘅時候咧，我第一次見到就係所有嘅球員過嚟同你加油，同你講唔使驚。我嗰刻就睇到櫻花嘅精神。多謝。呢位球員咧，我覺得學踢波嗰個階段咧，同我好似嘅，又冇體能啦，身體協調唔好啦，睇個樣就覺得會俾人撞開。但係俾人撞開唔緊要嘅，佢亦都 show 到佢一啲嘅特點。我哋點解叫櫻花嘅原因係因為佢諗，佢為我哋設計呢個隊名，佢為我哋呢隊波添加咗我哋嘅精神。甚至乎呢一刻，佢都未必知道自己攞到件波衫喺我攞住之前，佢都繼續自己去練波，繼續去揾其他方法令到自己進步。佢一直都好想可以落到場，就算佢點樣受傷，佢可能會慢啊，佢都話想自己落場試下。我覺得呢個球員喺隊波嘅地位絕對唔係我哋喺球場見到嘅咁簡單，佢喺隊波好重要喺我心目中。一個唔玩運動嘅人可以堅持到呢個地步，佢係值得一件櫻花嘅波衫。Kathy 仔，6至到7個禮拜就會踢最後一場比賽。希望嚟緊嘅時間，大家繼續俾心機訓練，去爭取成為最後嘅正選11人。我祝你哋冇放棄我，真係。Thank you。你好，2號啊。Sue 11號 Chloe 8號 ，Ice 6號。